大家好啊！今日就嚟到6月24號，就係星期二嚟嘅。今日恒生指數咧就係大升嘅，就係高開23,832點，全日就越升越有嘅，最後收市就係報24,175點，升468點，總成86點啊，總成交就係報1835億嘅。就見到今日指數方面嘅話咧，就係升得比較多嘅，就係因為咧伊朗嗰邊咧就傾得掂啦。琴日有條片都講咗啦，美國射完支彈過去咧，其實咧最後咧嘅情況一定係會改善嘅。而你嗰咧其實琴晚咧已經見到油價咧係跌咗成8%啦。而大家如果琴日係有跟我沽油嘅話咧，其實大家咧應該手上嘅利潤咧應該係幾唔錯嘅。所以就係咯，我琴日咧其實都大致上係正確啦。而其實我都睇得比較準啊。而我個人就覺得短期方面啦，港股、美股咧應該咧短期表現咧應該係會幾唔錯嘅。不過如果你話要揀一個市場嘅話咧，我都係揀美股係好過港股嘅。始終咧其實港股方面嘅話咧，我都係咁講，呢幾個月我都係咁講啊。其實港股咧24,300點嗰個位置咧，其實阻力咧都係比較大嘅。而你有個股方面嘅話咧，其實我都重複過嗰次啦，係好分化，係仍然咧都有啲比較弱勢嘅股份啊。其實我之前都講過咧，中芯啊、阿里啊、美團啊呢3隻股份咧係比較弱勢嘅。而我個人就咧嚟緊應該都會腳拖低嘅大市啦。所以就係咯，我個人就咧，如果大家要揀嘅市場嘅話咧，一定係揀美股嘅大市係炒好衝嘅。不過咧，大家如果係真係中意炒港股嘅話咧，都係揀呢個股係好好多啦。而個股方面嘅話咧，都係揀翻388啦，或者咧大家亦都可以揀下啦，就係隻泡泡瑪特嘅。或者咧，大家如果唔中意呢啲技術股份嘅話咧，亦都可以揀下咧，即係110啦，即係啲科技股啦。或者咧，亦都可以揀翻咧嗰啲 A 股相關嘅股份嘅，即係咧即係中人壽或者即係中國平安嘅。係咯，就我個人覺得短期方面嘅話咧，港股表現咧亦都係會比較樂觀啦。而嚟緊油價、金價、銀價咧，應該咧唔係銀價應該會表現係比較好嘅。始終咧其實之前銀係比較落後嘅，而其實銀咧如果係逢係即係經濟即係 recession 嘅風險係降低嘅話咧，其實銀咧反而係會上升嘅。所以就係咯，短期方面銀咧反而係會表現係好好多啦。而金方面，金同油咧有機會短期啊係會跌得比較多嘅。而銀即係如果落油價方面嘅話咧，短期咧有機會咧係會試落去60蚊嗰個低位嘅。或者金方面嘅話咧，短期啊有機會係會試落去3200嗰啲水平位啦。所以就係咯，我個人覺得嚟緊咧市場咧應該都會腳 risk on 嘅。而係咯，主要咧都係衝翻嗰啲科技股啦。或者亦都想講一講啊，短期方面嘅話咧，大家要留意住啊，市場咧特別美股嘅市場咧，其實咧有機會係會腳 risk on 咧。而短期方面嘅話咧，嗰啲避險資產啊，即係麥當勞啊嗰啲債咧，有機會咧短期咧係會回少少嘅。而大家就可以趁佢回少少嗰陣時咧，係即係做一啲中長啲嘅部署啦。始終咧，我個人覺得短期咧，麥當勞去到呢啲水平位咧，我其實呢幾日都講過啦，其實真係一啲比較平嘅水平位啊。而如果你拉長10、20即係12年嘅話咧，其實咧麥當勞只有跌過2年嘅啫。所以就我個人覺得今年開始倒跌嘅話咧，其實真係抵買啊。而我個人覺得中長線你坐落去嘅話咧，其實呢隻股份咧真係冇乜問題嘅。始終咧，如果要拉長嘅話咧，其實佢嗰個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咧，每年咧係有成15%嘅。而15%嘅話咧，其實咧係基本上跑贏晒標普、跑贏晒納指嘅。所以就係咯，我個人覺得麥當勞方面，如果你中長線肯坐嘅話咧，其實咧麥當勞嗰度我覺得真係幾唔錯啦。或者咧甚至美債咧，我覺得現價咧都係咁講嘅。其實你見到美股咧仍然都係行緊牛市啦。不過咧就我個人就覺得其實牛市咧當然短期咧有機會係會腳衝啦。不過如果係中長線要我有信心大手買落去嘅話咧，其實咧一定係美債嘅。始終咧其實而家美股啊已經係去到歷史新高嘅水平位啊。而其實雖然我係覺得會腳升啊，不過咧就其實如果你話真係要有信心去買落去嘅話咧，其實我覺得美債係有更加多嘅信心啊。所以就短期方面嘅話咧，我都係腳睇好美債嘅長債啊，即係20-30年嘅長債，而唔係短債，即係20-30年嗰個長債啦。我哋都係睇得比較樂觀嘅。而係咯，麥當勞我哋都係睇得比較樂觀啦。港股方面嘅話咧，我都係咁講啦，短期咧中芯啊有機會咧係會腳回落去嘅。而我個人覺得應該即係如果你話其他股份嘅話咧，應該都會比較強勢咧。而我首選啦都係隻388啦、110啦，或者咧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住泡泡瑪特啦，或者咧亦都可以留意住中人壽啦同埋中國平安呢3隻股份嘅。好啦，就
就講翻指數方面嘅話咧，短期啦，指數方面嘅話咧，你個相當係強勢嘅。就琴日我都係睇得比較準確啦。琴日我都話啦，其實成個市咧有機會嚟緊呢幾日啦，係會反彈得比較快嘅。始終咧，其實我琴日如果大家係可以 rewind 翻條片嘅話咧，其實我係睇得比較樂觀嘅。而我個人就咧，其實琴日咧美國打完支戰過去咧，即係戰過去咧，應該咧係打完仗機會咧真係好大嘅。所以就係咯，你喺短期方面嘅話咧，港股係繼續突破上去啦。不過我都係咁講啦，24,300點阻力咧都係偏大嘅，所以就係咯，大家去到嗰啲位置咧，要開始係小心啲嘅。而我反而就覺得其實美股直播空間咧係大好多嘅。好啦，就美股方面嘅話啦，都係咁講啦，Meta 啦係我睇好最好嘅科技股啦，或者大家咧就短期方面嘅話咧，亦都可以繼續留意住咧，就係美高梅嘅。始終咧其實MGM 啊，即係咧美國嗰隻 MGM 咧，其實短期方面嘅話咧，我個人覺得咧呢隻係有得追落後嘅。而短期方面嘅話咧，其實呢隻咧有機會咧係會突破35蚊個嘅高位嘅。好啦，就下一隻就可以睇住啦，就係隻阿里巴巴嘅。阿里巴巴方面嘅話咧，亦都冇乜特別啦。呢排咧都係呢啲區間嘅上落啦。就我短期方面都係咁講啦，我係睇得比較悲觀嘅。而呢隻咧係明顯咧係跑輸晒大市啦。始終咧，其實你講成個市場方面嘅話咧，最近嗰啲新股啊，同埋嗰啲新嗰啲科網股啦，基本上係抽走晒嗰啲流動性嘅。而其實雖然佢基本面係的確唔差嘅，佢基本面係仲要係好嘅話咧，其實咧你講短期方面嘅話，你亦都要睇翻資金啊。而資金面方面嘅話咧，其實明顯見到咧啲資金咧都係慢慢走緊錢啦，所以就係咯短期方面嘅話咧，就係阿里巴巴咧，其實咧我個人就有機會咧係會穿落去102蚊嗰個低位嘅。係咯，就係咯，整體咧我對隻阿里巴巴咧係睇得比較悲觀嘅。而短期方面嘅話咧，其實咧我咧有機會係會跟住大市升咗嘅。不過咧其實一定咧係會跑輸嘅大市嘅。好啦，就美團方面嘅話咧，美團咧我之前就講咗咧，其實去到130蚊嗰啲位置咧，有機會係會反彈翻上去嘅。今日咧都係比較弱勢嘅，始終咧其實佢都係資金方面嘅話咧，都係繼續沽呢隻啊。不過咧就係咯，如果你話阿里、騰訊、美團嘅話咧，其實呢隻咧應該係會稍為係強勢過阿里嘅。不過如果話騰訊方面嘅話咧，應該咧都係同騰訊差唔多咧。就係咯，短期方面嘅話咧，美團咧就見到去到呢啲位置咧有支持嘅。而短期方面嘅話咧，就去到130蚊咧，明顯有反彈啦。短期咧有機會咧係會上至140蚊嗰個嘅高位嘅。不過咧就啱都講咗啦，其實你市場有成咁多隻股份揀，你淨係恒生指數都有成幾十隻股份揀，你冇理由揀隻咁弱勢嘅。所以咧就係咯，我自己咧就唔會揀隻美團㗎，我一定咧係揀隻小米女㗎。如果你話科技股，所以就係咯，雖然我係睇強勢啊，不過自己咧就重複下，我自己咧如果大家係有錢嘅話，我一定咧短炒一定係唔會揀呢隻。不過咧就我雖然唔會揀呢隻啊，其實呢隻咧我係睇得比較樂觀嘅。好啦，就最後就可以睇住啦，就隻700嘅700方面嘅話咧，都係冇乜特別啦。我之前都講過啦，其實呢隻又有大股東減持啦，又有大幅嘅回購啦，所以就係咯，短期方面都係呢啲窄幅 range 位上落啊。上面咧就可以睇住就係520蚊啦，下邊咧就可以睇住就係490蚊嗰個嘅低位嘅。好啦，就講到3日，記得我以上我都唔係投資建議啊。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就可以 join 到 Patreon 咧。最近咧我短炒方面操作咧都係嗰度update 嘅。係咯，大家如果呢排短炒係比較準確嘅話咧，就可以 join 到 Patreon 啦。係咯，就我以上嗰個都唔係投資建議啊，就意見只供參考。記得大家睇完消化好先好做任何嘅部署。投資有涉及風險啦，任何收益或者損失咧對本人無關嘅。好啦，就講到3日，拜。